dancer， 对，我是街舞起家。哇，好酷哦！这里椅子搬开也可以头转嘛？因为为了生活。跟咱的亚维毛人亚维聊天室开门喽！耶 ，Hello， 欢迎来到亚维聊天室。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好开心哦！今天瞧了很久，因为是我第一次直播。以前我们的 podcast 就是预录、录影、录音、后置，但是为什么今天要直播 ？Why？ 因为箭在弦上，再来一件就是迫在眉梢，很紧急，要赶快来紧急插播。什么事情来？你们自己讲哦。对不好意思，等一下 ，OK， 我们先来隆重的介绍一下高金龙。高金龙也就是老威斯阿旺，我们的新科刚入围的金曲歌王刚入围，先来给个掌声鼓励，好开心，好开心。谢谢。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现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金龙，老威斯阿旺，我来自台东都兰部落。耶，还有我们的导演陈建清乌拉。大家好，我是乌拉导演，我是原音 MyPass 的导演。哇，超酷的！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原音 MyPass。那这部它是一个，据说是一个纪录片。是的，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纪录片呢？导演来说一下。其实原音 MyPass 就是一个音乐纪录片嘛。然后其实记录当代现在年轻人使用这个嘻哈这个音乐，他们用嘻哈这个媒材来去传递族群，来去传递文化的故事。传递文化跟族群。那在里面呢，这个纪录片有3位主角。是的，我们的拉维是其中之一。另外导师，哎呦，没有啦，我只是因为在这个里面算是年长啊，不是年纪稍微有点长，就年的比较长，年的比较长，什么意思？就是在里面的角色扮演成哥哥的一个部分。哦，所以是带领2位，另外2位是饶舌歌手。对，是的，对啊，因为很厉害的饶舌歌手，而且长得又很帅。对，首先第一位长得又很帅的饶舌歌手叫做 AZ 李孝祖。对，李孝祖在线上啊？没有李孝祖的那个粉丝那个已经差不多有2000万了。哇塞！现在还会再高厉害！等我们的这个原音 MyPass 出现开始首播之后呢，他的粉丝会越来越高，水涨船高。另外一位是大亨，对，大亨他是也是一位原住民的创作歌手，可是他没有这么饶舌。他会比较像是偏向于族语这边的那个说话的方式会比较多。对，族语说话的方式，因为在说唱嘛，对，说唱族语说唱。他的作品有一点温暖的，有一点温暖。他是原住民暖男呐。原住民暖男，很暖。有他就有太阳。波波部落的暖男。其实我之前有访问过他啦，因为他那张专辑呢，里面写的一些就是关于他的那个成长故事，然后跟家庭母亲好像有蛮多连结的。对，那 AZ 其实3位我都访问过。刚郭柯啊问我有没有访问过，我说没有，只有劳维斯。太现实。有啦，3位我都访问过。突然回想起来，那为什么导演你会找这3位呢？你的目标为何是他们3个？我先说我跟大亨，就是大亨跟孝子的关系，就是因为我早期很早以前就是在东台湾推动嘻哈文化，所以基本上就在做嘻哈音乐的一个音乐跟文化，不然包括舞蹈。街舞、涂鸦、DJ、滑板这些东西，其实我是一直在推动。对不起，插播，我有问题。所以你本身就是导演吗？我本身其实是 dancer， 也 dancer， 对，我是街舞起家。哇，好酷哦！他现在可以表演一下，这样子用手这样。那你待会用手，我把这里椅子搬开，可以头转嘛？这个年纪到了，脖子要注意一下。好，是因为本身是喜欢跳街舞，然后很喜欢这个嘻哈文化。然后怎么会？你是汉人吧？我是噶玛兰族。噶玛兰族。我是汉人跟噶玛兰族的混血。还有没有跟我讲的一样？所以原本你就住在台东吗？还是就是到东部爱上了东部这样子？我是本身出生在花莲。出生在花莲，噶玛兰族，然后在一直定居在那个地方嘛。
对啊，然后其实我很早不想离开花莲了，因为我为了生活，就每个人都希望为了生活在才会对啊，因为离开为了音乐梦想啊，为了音乐梦想，后来就在差不多25岁的时候就搬来台北 OK，专心搞音乐的，专心搞音乐跟舞蹈，是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会想要去做影像踏入，嘛对，做影像踏入导演？这个你喜欢的东西都是一条不归路，都要烧钱呢。对，而且不一的确定回得来的那一种。但是现在回得来了，我熬过来了，哇，厉害！是那赶快分享一下，到底这个缘由是什么？为什么会踏入？然后你是怎么样回本的？教授，我觉得跟所有玩音乐的人一模一样，就是玩音乐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成本，就是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没有办法争取到很多成本，对，那所以就是那时候有做一个饶舌团，然后饶舌团里面就说，我们是不是要有影像？然后就拿一个 V8 起来拍，拍一拍就剪，剪完的时候就掉入这一行。自己去，那你 V8 也要花钱啊，剪接也要花时间啊，时间成本啊。对啊，我觉得玩音乐人就有一个魅力，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就是不同的东西投入给你，一直过来，对，一直过来，就是这是蛮好玩。就是我觉得玩音乐人之所以可以成为音乐人，有时候不是他们做多少努力是一定要的，是大部分时间是环境会给他们。这个就是属于这一类人会有一条路走出来。对，超酷的。就什么东西都一直过来，连女的也是。就是唱和音的会一直过来。唱和音的女神会一起过来加入。那这三位你是你自己去选择他们的，还是说是你自己选择他们？锁定目标。的确是。那但是我先讲一下，就是我跟大家，因为我们刚开始在做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开始为原住民在发声，对尤其是校主就是比较激烈的，很激烈、很激进的都市原住民，都原。然后大亨就是从部落出来的，在这个适应期的时候，他又回归到部落，找到就是重新回到那个力量，所以大亨的东西就会更多的属于他部落的暖度嘛。那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两位其实就是从小看他们长大，然后我觉得说，哇。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因为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在做音乐市场的时候，其实是你已经要冲出一个结果已经不容易了，可是那你又选择一个非常少众的，真的，这个我真的了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也是要经过很多的努力才有办法，而且他们都是坚持做母语耶。是的，对呀。那拉维斯呢？我一样啊，我是被捡到的没有，我是被他是怎么会选他？因为他有一天呢，我们不认识，他在槟榔摊，对，然后我就是想要买槟榔，是，然后我就看到地上怎么有一颗槟榔，然后那个槟榔我要去前进踏一步的时候，他要拉过来，我想这个在哪里？然后拉到说，拉维斯拿起来说你要吃槟榔吗？然后我说我要吃槟榔，然后拉维斯跟我讲说。那你帮我拍纪录片好不好？这是真的吗？没有啦，开玩笑。讲的煞有其事一样，好想说是真的，这么厉害。一定要讲一下，我们原住民那时候要放幽默。但是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我一直在想要记录都市原住民在创作的故事。那其实我一直想要找一位就是我们原住民叫嘎嘎的哥哥等级的。对。那这其实，在原住民环境里面，就是我们长辈就是会不断的传承很多的知识，比如说我们如果在部落的话，就是你的捕鱼技巧啊，你的砍树方式啊，或者是你寻找植物啊这些媒材，就是需要经过年长的人来教导，对，来教导给你指引，然后你就会开出一条新的路。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今天已经记录2位阿美族的创作饶舌歌手，那其实我想要找一位这样子的角色。然后后来呢，就因为我跟拉维斯的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就阿曼，其实就是我们以前也是一起玩音乐，一起过来的。不可能是一起跳嘻哈的吧？一起这些头转对，只是弄起来。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就跟他讲说，我想找一个这样子的角色，然后他就推拉维斯的纪录片给我。你原本就有纪录片了？以前就是拍那个就是文化复振的一个纪录片。哇塞，你们真的很了不起耶！那时候就是太了不起，所以一直没有工作。太了不起。因为文化复振要投入很多心，就是要奉献前面的一些朋友们哈，你要特别的付出的时候，就是
对，你要有特色的话，你就很容易没有工作了。真的也不是这样子啦，我只能说一句：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成就就会在哪里。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他的文化，所以你的作品被看到啦。浮上水面了，谢谢大家，谢谢，一定要恭喜很多次啊！谁知道礼拜六是不是得奖者？一定是得奖者，一定是得奖者，一定是走路者啊！走路在那边，这边走路的。插播一下，入围几项？3项，哪3项？专辑、最佳原住民歌手，然后最佳专辑。然后年度最佳专辑，哇，太厉害了！真的恭喜啦！但是无论如何呢，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呢，入围就是肯定。对，其实，在超多，你知道今年原住民的专辑报名非常多，可以入围已经很厉害的。是。那我想要再私信问一个问题，之前有问过你，你的影片我还没剪完，有看可不可以这个礼拜剪出来？对。如果你先等我录，有没有？快问快答。如果这一届的入围者里面，其中一位叫做桑布伊，你有办法干掉他吗？你觉得？好狠有呀。其实也不要说干掉他了，就是他已经要退下来了。不是这样子，不是啦，没关系啦，他会叫评审好好的反省一下。不是因为我跟3哥就是很好的朋友，是，然后很好的兄弟啊，他有教我一些事情，就是告诉我说，譬如说像以前我驻唱的时候就有遇过3哥了，然后有帮3哥弹吉他，然后他唱歌这样啊，我也跟着他一起唱，就是算是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嘛，就是长幼的一个消长啦，对，虽然是不同族别，所以就是一代传一代的意思啊。虽然不是不同族别，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教学相长。我这边想要问导演一个问题哦，拍纪录片，他是要从头到尾跟着你要拍的这个主角，是 every day 嘛，就是每天，他的难处是在哪里呀？其实我觉得难处就是你要每天求他们，你什么时候行程？哦，其实因为跟拍啊，就是跟拍，我记得我在投这部纪录片的辅导案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为什么要拍3个？一个就拍不完了哦，对，因为我们纪录片的确是要贴身嘛，对呀，所以我就会，但是我心想说，其实我在讲的是一个族群的故事，是，那这个族群的故事，就是如果单拍一个的话，那当然是偏薄弱嘛，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更期待的是有传承的意义存在，对。那所以那时候我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觉得是的确消耗掉很多时间，比如说像我开公司，我就要去 double 做工作，然后去年的整体公司就是我的收入就是打平啊，平安飞过，我就心想，哦天哪，我的这公司今年又活下去了。就是竹林还是有在看顾你们啊，因为其实你在做这个文化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只是做音乐，我只是写族语音乐，唱歌，但是其实你已经在做传承了，大家都会觉得很轻松啦，没什么事情，我没有那么伟大，没有那么厉害。其实你真的投入在这边，开始去做田调的时候，开始跟人家学习，然后把这些东西做成作品的时候，包含导演也是，你已经在做传承了耶。的确，给自己一个掌声，真的很棒，真的很了不起。说到这里，我们现在最紧张的事情就是即将要上映了耶！对，是。对呀，我们要在哪里上映呢？要跟我们的直播的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其实这一次我们首映会其实可以办在很多地方，比如说我在办在台北市里面，就是这样子会有更多的媒体来嘛。是。可是我们这一次其实我觉得做这部纪录片优先要回馈是族人。所以我这次把纪录片的首映会办在部落。对，办在部落里。对，办在我这次选到当然是比较近一点，就是三峡的三英部落。那真的很棒，因为也是体恤大家啦。要不然你真的办在台东花莲，哇，那记者怎么去？这个宣传效果有限啊。对，三英部落的就在部落里。对，在部落里面的他们的活动中心。活动中心。聚会所。聚会所。哎，对。然后首映会是在哪一天呢？我的首映会是在6月28号。6月28。晚间7点。
礼拜天哦，礼拜天，那当时我们就会知道啦，威斯究竟会不会是金曲歌王了？对，如果他这个中的话，这个我怕部落那个聚会所会爆掉。哦哟，可能会排三峡排到莺歌，排到桃园去。喂，所有人都开车那个地方不好停车啊，真的是。对，所以晚上吗？晚上几点？晚上7点开始。晚上7点开始。然后在这个我们这播映完之后，我们其实还邀请到3位歌手，他们真给我面子啊！现场可以有演出的。其实我们会有映后会，那映后会其实就是很多我们在，因为我知道就是可能来观影的人，他们会对于这部片会有可以直接face to face， 然后他们可以去询问这3位歌手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分享给他们的，真的很棒而且是首先分享给族人，然后这样的安排真的很好，就是说你首映会结束之后，3位歌手你看完的感想，一定会心中会有很多疑问嘛，对他们的创作直接问好不好？对，而且直接带回家吗？我怕他到时候我还很担心，就是回不去了。哇，那个。如果老威斯得奖的话，我好像来的时候，我那红包啊要开始算，真的不是，你们要准备那个很多的签名的笔，对，会有很多人来跟你合影，是的，然后签名，然后可以开始练的，好不好？可以开始练签名，对啊。那首映之后，我们可以在哪里看到这部纪录片呢？目前呢，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会在8月份还会再办一场台北场的播映会。然后其实我更希望有更多的比如说当然企业包场啦，真的，然后或者是部落他们如果希望看到这部片的话，对，我就会特地的下去为他们播映。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事情，因为这部纪录片刚开始的成立就是为了服务族人，是希望这个让下一个世代的，就是因为是嘻哈音乐嘛，所以从国小就有其实就有人在听了，那所以你放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就是充满激情。虽然说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传承，可是要激情很重要，音乐是一个激情。是激情，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而且你选择的这3位呢，都是年轻人非常喜欢，没错，他们的曲风嘻哈的，然后老威斯的曲风很特别，是的，我不会讲，无法定义，但是很新，无法定义，我怎么定义它？对啊，因为就是这样子，它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真的很了不起。然后再加上原音 My Pass， 把3位不同风格的歌手，他们来自自身的原生家庭，不同的文化传递出去。希望在这个礼拜六6月28号，大家呢可以晚上7点，好，晚上7点。是6月28号是礼拜天，我讲错了，这个星期天。金曲奖颁奖典礼一定要看一下，一定要关注一下哈，你喜欢的歌手们有没有得奖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的导演乌拉，还有我们的拉威斯，谢谢，耶。如果你在线上没有在线上都没关系，好，亚维莫瑞会在后置贴在 YouTube 对 YouTube 会有一个完整版，然后 Podcast 也可以再听得到。那今天很开心，首次的直播大成功，耶！Kucingnya Yawai Mauring, kita dapat bawanya lagi, neskaya dalam.